三角坐咧即个所在，唱歌学好上咧，会当心坐咧即个所在咧敬拜上咧。即个时间是偌尔水，是偌尔美好，是偌尔幸福。今仔日咱当心坐咧即个所在，要敬拜的内心，咱就要来唱歌学好上咧。 咱的心交上帝的面前。
就爱求上帝。甲咱三甲日的伊的信心充满伫咱的心，咱的心若有信心接满，咱就要学乐欢喜伫伊的面前。求主用信心来充满我的心。 因为上帝伫甲咱三甲面的，咱所需要的就要得到。
咱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，会陪伴咱的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。我用祈祷来到主面前。我用祈祷来到主面前，我连在心追求你，我在主在眺我的心，我在玫瑰后里，等我祈祷的心，我在这不留你，你就所在的，成为我心所需。等我祈祷的心，你全就在一边，爱你都不尽，所有伤悲将我离。对啊，你即摆咧用祈祷的心来唱这诗歌，将你的祈祷交伫上帝的面前，是不是你有放下骄傲的心来到伊的面前？来，我用祈祷来到主面前，我愿在心追求你。你有放下你骄傲的心后，你有要专心来到伊的面前啊无？你用心地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要向伊求什么？你要求伊就要予你，因为伊所做的超过咱所求的。今日敬拜，丰丰富富，拍个祭献给上帝。